公司有确定要把工厂搬到上海吗？嗯，决定了，会迁厂，而且我会跟着去。来，晚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你要回乡下的借口。阿姨，还没有搞？哟，阿亮诶，哎，转来了哦。无啦，搬正来。系哦。先你转了哈。哦。阿爸，安这些哦。什么？阿妹，没事啦，没事啦，哎，那老就好。阿妹啊，我来。好，安这些。好，什么？哎，阿姐，哎呦，什么？看看妹哦，小杰啦，安泰阿叔哦。啊，阿叔阿叔。哦，昨天老拉一周盘哦。哦，东西很多，摊什么？没事，去搞老就好了。哦，来，来。你过安这些，好，你不用落波就好了。好。你隔壁。无礼貌诶，老夫。唔过万你。哎呦，弄两个人一见他都是眼干哦。这个无礼貌呢。哎，是点心嘛？啊，太卡，是点心嘛？天卡啦，这样行，好。来，是点心吗？隔壁啊，有事情请啊。阿叔啊。是你啊。什么？不用，来，哎，不用。好，来啊。做生意的还是开哦，无人问问现办法么？现许多也嘛个都无个存么？
爱做，金爱做，风跳水面，金爱做，金爱做，海向风高，人跳起。难事，分派分内天阴雨，阴天绿色春落润，心爱做，心爱做。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陈宝利，根本人的任务是，根本人的任务是。阿爸，我了分钟到呀，我会付唔到呀。第31年双反调的成功。哦，阿弟姑又会付唔到的，撒下来。你来同你做罗马街？哪有啊？来看到诶，唔正经无使合作诶，有，唔用的。唔知人家同你做罗马街啦？饲料？我唔是，同为人材料。要不要讲，这饲料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添加物。鱼吃的很好，容大也是啊。不要理他，我帮你换一碗。烦呢。老冯晓见，料多欠叽叽嘞，任务成功。大了解唔同好什么啊？我宁怕是有听嘛。
那点位？啊，莫搞啊，等明天呢。阿弟哥，做风跳线演的，为什么？不好意思，阿妹，阿弟哥又起风啊！几位起风啊？阿弟哥，来。阿弟哥啊，我一同来，喜宴啊，叫你吃饭啊。阿弟哥，吃饭了啊？哟，看看啊。好。相片地拄嘅阿妹，唔要老爱讲法，爱老记讲乜嘅，佢咩唔要应啊？阿爸又唔真来吃的。亚爸第一个作品嘅多么狠啊！点个嗨哦，送你比试啦。我去出好啦。亚爸要给你好什么啊？好事啊。迄真认同好势啦，毋过大家向会给阿爸拄种阿爸暗无害迄。佢起码给调的啊？哦，可能影響我，有地吼應該回復嘅啦。阿弟哥，我你教水，唔會俾嚇到，嚇到不用啊？嚇到你就唔會睇啊。唔用的。阿爸，毋迄种开始向em诶。
哟，你伫叫做物件啊？啊，无意思，침대有东西搞啊。这么无聊，不去找点有事情做嘛？你是不是女生啊？竟然不怕？青蛙有什么好怕的？只有你这种从台北来的小孩才这个吓人。你要带回家养啊？养什么养啊？唔知该做个，我阿婆去抽烟啊。家厝的不用做正体啊，因为按法的，老怪对家古正体做走。我要迄对牙骨身体本人做这啊，有无人想过我的感觉？真係嘅以後誒，阿朱婷啊下到了哦。哎呀，有發通嘅時間，可以哈做得冇？哦，俺係啲嘢啊，加不辛苦哦。係啊，有報名嘅天發。係啊係啊，還有人報名嘅，俺同意。哎，請問一下，你們在幹什麼啊？阿姨等下一下。原來那個葉夫啊。阿弟哥，係冇下課啊？那麼提啦？條照哈。錯啊。然後，聽人哋結帳嘢，點會盼你發通？想去參加冇？想啊，那有時拍，有好手搞 game 啊？唔先答應啊，喊辦木條先或者圖稿。阿姨，還有事情先留意哦。生意哦。你做對冇？好，辛苦了哦。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哎，哇！哇，吼，戴玲啊！唔知怎个，变态哦，遐无人啊，唔当迄有片嘅变态，硬给你翕条诶！条诶，迄条是怎么解？硬一热咯，困到假白贼哦，唔迄唔空嘅迄马解毛啊！条诶啊，枪弟啊，你才开一张困内度，遐条条诶，对同一个素菜味落吹饭果冻，唔知啊吹白马解毛，难死让你讲。哎，你态度很差哎，我恩将仇报啊，以德报怨，这送你，再见，拜拜。征收余温。哎，老婆嘛，喂。哦，上來咧！哎呦，俺不要搞車啊！哎，再來啊！唔看，
下晡卡要输倒诶。总条啊，有人今日咧发啦，问伊哪会就变做迄垃圾。太家保险咯，唔对呢，当香港啊，要赔也着用出付土地证书的钱。对也着啊，从年初唔多千亿来讲，真认同上你。唔过哪个钱，坦白问好，你也保你做嘛个？堂哥，俺手翕唔落条的呢。也就迄问题啊。杨师傅也是恩同来落事，懂辛苦。不过也还缘结家，还有缘大家落实个环境啊。唔单止安尼，迄个伊个工厂啊，大的父母来做的路，这条风水哪会成本，就无法度伫个落实嘞啊。还相信哦，还有缘老人强用，坚持保护也实体啊。真嘅。来希望也着这样渐渐的好调，逐年都无落牙不卡。呢度撇下國家建設6年計劃，行政院研究部工業局開始規劃北海工業園區開發案，按算提臨海地區開發全新的工業，本科技建築農村，老土地加設當代嘅方體嘅實體唔同，係個非體嘅鹽田重新開發，來繁榮地方。縣政府強調，未來一地方體將會成為高品質嘅綜合工業園區，唔但將做得提供產業基地，改變土地加設。增加整體競爭力，還可做得創造上市新風貌，展現先進上市嘅法律。你敢有看見北海地，受過西海岸的海邊？你敢有看見北海地？聽講伊嘛叫做媽祖魚，守佇台灣的海邊，親像媽祖咧保庇。這北海地啊，受過西海岸的海邊，找無媽媽伊好袂你，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囡仔囡仔趕緊來，北海地啊咧找媽咪。囡仔囡仔趕緊來，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媽祖魚佇倒位？找無媽媽伊好袂你。尼姑，钱庄姨呢？阿爸。啊？我第二等。你买喏，不是等，钱庄姨。妈，快看到这个好消息吧！盖了工业园区，你就可以来这里跟我在一起了。
阿爸，如意站唔通，架了布条说某个工业园区内。我觉得盖工业园区懂后啊，为什么有人要抗议啊？奇怪。盖了工业园区，大家就有工作，就有钱了呢。系啊，唔解唔上嚟啊？阿婆，盖工业园区懂后哦。好冇嘅。传单上说不但有赔偿，大家还可以去公厕上班呢。就可以公厕上班呀？还没生意哦。重点是，你这些东西盖好之后啊，你家里是不是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对啊，这么好的机会，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哇，好不错呀！你想一下哦，只要工业园区盖好之后，你家里附近是不是有电影院啊、商场啊、商店啊？这样是不是很棒呢？那你还不赶快去？对啊，赶快啊，跟他们讲啊，东西多棒啊！鬼父唔到诶，你点解这么嘅？老夫嘛，等来啦！你们看，打造一座独一无二的未来城市。未来城市，不错，so good，一定要盖。难道我们的余温终于就变成一座未来的城市了？是不是超酷了吧？然后变成电影瓦砾那样，连草都长不出来的地球吗？连草都长不出来的地球，我不喜欢。对啊，那样的地球我也不喜欢。我倒是很支持，因为我爸爸是在做余温的，很辛苦又挣不到钱。如果有工厂的话，就可以工作，多好啊！爸，我妈妈也跟我说过，如果有了工厂，就会有了百货公司，还有电影院呢。工业园区，好，这一定要盖。你不懂，不要乱发表意见。你才不懂啊！拿来，走。臭男生，烦呢，懂不懂？对啊。算了，不要理他们那些男生了。等下老师就要来了，我们赶快做实验吧。来。阿爸，问哦，怎么给耳朵转落啊？阿
婆就按落的啊，当然没有赚啦。做得落阿婆接到台北啦。哎，唔好打台北，来。安尼唔好。阿爸哦，在底下待的，底下出世，当然没有想要赚到一个阿布卡。梗係咯，我要離開阿布卡，韓哥。阿妹去安尼，老人不快樂嘅。唔聽阿佢來嘅，以後哦，唔免我中意阿爸開哦。茶好哦，先聊一下诶。阿妹，我们果园的果树最好摘的呢。小姐，你说你请隔壁阿弟去叫他长子就用啊？哈，超级做嘛个？严等你呢。阿妹，你是对严好啦？叫妈妈冇伫佢身边的吼。姑嫂啊，吃到阿弟姑，听说会隐蔽妈妈冇伫身边，早晚人面鬼面怪，冇想要陪你弟佢心情。嘿哦，阿弟姑嘿唔去上家咩？怎会咩声音哦？佢其中嘛个暂时去公园边去啊？阿弟姑做咩冇？做得啊！啊！喂！啊！小好！哎！生意哦！介绍。来，阿弟姑。哦，哎呦！来，嘿！哎，好地方啊，阿弟哥啊，无按过哦，还要得就算到诶。应该拉拜哦，吼，差不多诶。咦？啊！阿弟哥，嘿，又讲差唔多嘅无啲，我哋本帶咗去食。按多。你有冇甲省長人聽說識嚟睇啦？哦，嚟嚇，走。做得冇？做得啊。嘿。做得是對有種奇奇狗子最幸福嘅。董浩森呢？來，有廣告嘅。老婆。哎呀！阿弟哥話唔會我，你最好是乜嘅呀？零食啊，洋芋片。啊，唔過這啲東西全就係重置包裝過嘅呢。唔好咩？你想看下哦，迄個永遠啊，人用推啲都唔會用啊。老愛推起來，愛會動感酷呢。就係啊，嗰種食嘅東西咩夠用啊？甜鹽的最好，就像唔夠啊，原汁原味最等一下。最好。沙金潘老師請咯。好。啊，青阿姨有什麼辦法？冇啊，那邊黑色造園。這個造園係乜嘅啊？就係老人迄個所在變到很較好嘅人。是像班長或縣長之類的意思嗎？無乜介強用呢。
社造园哦，有得像你话，希望两木卡永久独木边错无？错啊！社造园要人强用，想尽量保持因迄个所在，莫去改变。我突然间叫我去参加沙溪发通无？好啊好啊，麦给发通啊！是你上次说的石目美食记吗？Yes。美食记吼，迄其中一项啦。时间到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好，冇问题，听朝会通知你。来，18来。来。有甜冇？特別嘅啊。哦。阿爸，你最近仲中意啊？你知道好吃吗？好吃啊！这是古代的抽水马达，你从这边踩下去的时候，水就会从下面流上来，然后这边有个池子，这个池子满了之后就会流到鱼尾里面。妹妹，你这么小就懂得那么多，好赞！赞！阿弟哥，来下。牙婆，人讲牙婆啊，伊咧向马赛来认识公园的哦。今年嘅台湾人啊，向嘅坚持唔中药嘅，唔用人工嘅饲料，向出来嘅要生态米气空间哦。空间嘅嘅，按中药咩？当然啊，上卫生有农药老化后皮嘅强吹果子。垃垃圾圾，真唔會破片啊！好啊，唔生，哪看？好。阿弟哥，但运动重要哦。人哋身體嘅健康啊，將會有越來越多嘅好掉落嚟嗰度。科技也很重要啊，人類因科技而偉大。而咩因為愛爭偉大，對屋企人嘅愛啊，對朋友嘅愛啊。对自然環境的愛，都市有都市的發展，不過種下有種下做唔到不能改變的東西。那我屬於城市。你可以去買。哇，牙巴呢？罕得哦！牙巴嘅相片用咩啲啊？因為佢都冇簡單。佢對牙公嘅片啊，接受唔同過後啊，佢就開始對土地友善的用詞方法。佢啊就冇用藥嘅啊，冇本嘅較極到嘅睇，咩冇向按到嘅，本嘅有國家太空間發通啊，半夜向嘅，半夜本土地了一下，用尊重嘅態度來對待土地。佢得動到種呢，動到人就動到福記。唔該啊。我唔識啊。好掂掂的，本來同佢識。問我，阿爸講佢當中醫啊，勁咯。我當然咩中意啊。想去台北旺街買東西，看太陽下。
想啊，不过老老啊，当时嘛也天阳看的，还很想爱到这来啊。哪会讲？因为我底下睇，也是牙不卡。不过要大伯唔爱咬不卡。不会睇啊，韩国也唔是牙不卡，哪当是？迄讲阿妹妹来，我求老爷尊重牙不卡。阿爸，我老豆唔顶唔痛。阿爸注意哦，按这个地方卡，无乱走吼。伊哪？去参加说明会啦，咁啊唔同的吼，我过间讲一延期的说明会。我要去好冇？好啊。说明会过3分钟就会开始嘞，请大家夹夹前尾的坐下来。欢迎乡亲参加说明会。说明会过3分钟就会开始嘞，请大家夹夹坐下来。唔要来哦。欢迎乡亲参加说明会。说明会马上是开始嘞。我跟你讲，我听说会请快坤哦。请快坤？你这个叫嘛个呀？猜你熊草熊大，庆祝给他。你就骗啊！我哋啊开始会各位乡亲来顺便进去，还有各间同样人气的地方。大家好，各位乡亲，互相贴贴。这样啦，来，乡亲节日拜拜啦！去骗你，桑迪哦。阿爸，去工业园区没请好啊？阿妹就做得了要做事，人穷资本回来啊。你太用笑了。唔错诶。阿弟姑，阿爸一从小伫遐睇嘅，
我迄个属黄的人，就算去工厂上班哦，啊身体伫拄留的咩用出富的血，也係我老爺媽媽的問題，唔係佢哋啊做事就做得積極嘅。人體嘅素材會變做人嘅一部分，你講要被變做工業用體，就馬介就會變態。水帶來嘅生命冇辦法底下生存，喺個條嘅咩唔會再個轉來，水地度看唔到下降，看唔到遠嘅，風地度咩聽唔到條嘅慢奶嘰嘰喳喳嘅聲，有實體滋養嘅生命，實體係刺眼，係生命本單嘅用嘅，也條就冇應該本建設去破壞它。阿爸老講也條，唔談嘅什麼？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小市長選舉已經正式開跑嘍！參選的同學有李凱成、邱茂根、洪小杰。各位同學可以在活動教室看到參選者的證件。有問題。老父嘛，我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哦。优秀的骗啊！不用我骗就知道你选不上小市长啊。看，这些五面翻成哦。队长有看到吗？哦，用啊。队长，迄些五面翻成哦，还有上街哦。有滴哦。爱滴，外包老爱讲，灰的颜色比较浅，就是黑上街。上去吧。我做嘛去学堂行嘅啊？太戇古，忙忙嘅喲。對呀，大伯，見來見了見呢。拜託，你係乜嘢啊？唔知做乜嘅啊？唔知呢。你看，乖乖呢。看起來有點委屈。走，就是上次來開說明會的那個人。哥哥，哥哥，誰你了？来，各位乡亲，各条同意书方签名，也会有点钱哦，请大家说请蒙你哦。老父嘛，那是你的事吗？来，各位乡亲，各条同意书方签名，隔壁村嘅人為做乜嘅啊？请蒙你按字写哦。來看啊！这条会签名啊。
底下条地嘅放乜嘅啊？这些后代找外村的人来签同意书，等环保局拿到同意书，就会通过环评。底下条地嘅批面，应该同地太讲。然后变成电影瓦蒂那样，连草都长不出来的地球嘛。爸爸，你真劲同中医啊？做唔得通过环评，绝对做唔得变做共样延期，做唔得，做唔得，做唔得。莫食药呀，按摩精神。那是假签名，还是送去县政府了？迄唔比亚章无精神啊！我还按上马鞍标，给个喊迄反应啊！我这辈子第一次想要好好努力争取的事，结果原来唔系亚种呢？哪一种呢？做拍摄手枪不会叫啊？你哪有叫？明明就有。爽。做乜嘅？给我好食的。哪做乜去叫啊？你竞选小市长也输了，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假日电影院跟唱歌比赛。你的证件太那个了，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谁跟你沦落天涯啊？乃某县斗谁失踪，这都是配类事情啊！哇塞，记者哎！嗨，你们是来拍什么的？现在候鸟季已经来了，我们来找一些候鸟的素材，我帮你拿。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就是那个红小姐啊，她拍了很多候鸟。陈宝弟，你看人家乱讲我什么？没有，他刚刚跟我说你很厉害哦，拍了好多候鸟的照片哎。等一下，我可以采访你吗？啊，不行吧？行，为什么会不行呢？哎，你看这个小鸟，跟你拍的有一样吗？各位观众，大家好，你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在水鸟湿地今年入秋以来第一批来台的黑面琵鹭。等一下，你们有什么话想说？你们现在在这里拍的候鸟专题，明年可能就没有了。没有了？他说是真的。有行为嘛？冲冇呢？都6年嘞，嗰警察姐姐會唔會呢採訪我？不會啦，他親口答應過我們啊。这一袋的鱼温都要被征收了。一旦开了工厂之后，这些候鸟季什么都没有了。请你们一定要帮这些候鸟的忙。这是我们上 TV 在水鸟湿地所得到的独家报道，后续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日嘅案例鄭醫生牽涉到近年來受到高度關注嘅環境生態議題，警告建議行政院環保署會留開發案推展重審。你們好多時候看到的，睇沙皮嘅空整好做生意嘅過啦。也了個細路嘅錢咁啊！退回重審，啥意思啊？新闻上面说我们这边是生态乐园，吃宝地，
这个改作为工厂用地。啊，你讲还是成功诶。嘿啦，报你师傅报你啦吼。耶！哦。又跌錯咯，你因為嘛，搞掂啊！我就不會啊。我唔會啊。愛知道，愛睇，你天天也知道，我爸嘅屋卡，你係愛嘅。新聞播出過後，有當到太后告訴，那麼嘅團體，來我一條嘅吳村，都講會支持我一條。唔過背面嚟講啲，退回重審其實唔係整體事件結束嘅，係整體案咯，暫時重新評估聽聽。還有啊，一擺啊，係你一條媽媽興起出來，實在係因為土地係永續嘅資源，大家要盡量唔太家啲。呢度聲音嚟企出嚟，拜託。因為喏，你肯係話咩啊？我到平時。3個月平時好誒，1、4好誒。好啦，好，有章啊，可以踏啊。請問一下，師母已經要開始了嗎？可以踏啊。你爸爸也會來參加，你怎麼會來問我呢？我爸會參加？真的哦？教务处报告，本届小市长由5年乙班的李凯成同学担任，欢迎各位同學參與這次的活動。唔知佢做乜嘅？我想找找看有沒有個東西可以送給兩位下。陳小姐，先生，啊，迄個人講伊咧好消息嘅，雖然一擺無限到啊，唔過啊。學校係會用廿證件咯，真嘅啊！學校證件會成啲老夫馮曉傑，今仔嘅環境清潔吹哦。係啊，還有哦，有哪位紅證件，愛護通車物，你懂好哦。環境清潔，老愛護通車物。係啊。環境清潔吹會限到捱麼？你知道環境清潔好重要咩？環境清潔係易重要啦。梗係做錯嘅呀！梗係哦，刺激嘅環境清潔吹就交俾阿弟夫，帶你睇下中。嚇？解我？愛整體出去買飯嘅新聞哈，清潔吹走。謝謝你們，來，講參觀一下嘿，謝謝。哦，這320罐頭嘿，哦，這阮來講飼320個後面的嘿，啊，這個罐頭嘿，講參考一下嘿，謝謝。還有介意嘛？這恁家的300啦，7個300打了啦。係，也俾個支持你啊，也來參加一份哈，謝謝。因為唔苦啦。包裝唔會查啊。老槍。唔係，
同学说，一班牙爱倒车吼，人家有枪喺度踩天一站吼，啊累啊咧，吼，睇緊如果上跳。唔會啦，迄李總唔聽數啦。哎，唔會，睇緊好。來，食飯嘛，食飯冇同款嘅嘢。哎，食飯嘛。哎，食個食飯嘛，吼，起價唔免錢吼。看到了呀哈！哇，好酷哦，环岛吗？哎，小编好！哇，你们现在在办什么活动啊？好热闹哦！哦，我们在办虱目鱼美食季。公司哦。守护湿地，这个我知道哎。那小姐妹，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哦，我知道啊，我爸爸告诉我。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环岛吗？老弟，你是认真的吗？当然是啊，让更多人知道守护湿地可以救台湾，我一定要去。你才小学5年级，真的小学5年级没有什么关系吧？1个月之前你还不无聊要死的样子，现在居然为了守护湿地而去环岛。哎，拜托，人总是有不堪回首的过去嘛。哼。哎，我可以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虱目鱼哦。真的吗？好，走。你都生个鱼的吼，迄虱目鱼界的 model 啦。这就是爸爸的奖杯。会啦，好了，放着，不要这样子啦。大家好，今日爱为大家朗读嘅是陈宝丽、老冯小姐乡话写嘅文章《缘嘅家乡》。缘嘅家乡，通下到调的，伫凤梨肚创高的，看得到长长的田，土地地肚有毛发，种会出又甜又浆嘅青菜果子。凤梨肚披得到海嘅米丝，看得到田。老海嘅片山，也是有海、风、日头花，还有好条用角出来嘅风景。我爸是老爱讲，沿海嘅蔬菜会变做沿嘅一部分，也表示沿嘅迄地度有海、有风、有日头花，还有好条。也是沿嘅家乡，也是沿爱蔬果嘅蔬菜。土地唔系科技，土地咩唔系财富，土地系生命。心爱做，心爱做，风调水面，心爱做，心爱做，海向风高面翘起，心爱做，心爱做，眼线一定。心爱做，心爱做。